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外因的对象，互人追查出伊有加入这统战的组织。法务部表示讲，即马当咧收集资料。伫高雄工厂有翁仔某骑车烧载，这货车向开车门，害因滑倒，这翁婿和后壁拖拉骨搞死。另外，伫台东也有家长送囡仔读册，含轿车烧落死亡。伫美国的缅因州治国发生小连续枪案，这嫌犯人去人较济所在作案，上无有22个人死亡，60人受伤。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外因的对象，互人查出有加入统战的组织。赵天麟是随跳出来背花，讲唔通乱诱。那国民党是认为讲这有国安风险，要求就要查清楚。法务部表示，即马当咧收集资料。另外，这调查局呢也会去鉴定这网络当咧流传郑文灿的影片，到底是影片是真也是假？我想，对，不会再胡乱揣测了，这个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因为头一个风波退选，即马又搁传讲这位第三者，中国一位县长的女子出席夜总会，甚至捌参加过统战组织。那也立委质疑有国安涉密的疑虑。法务部表示，高检署甲调查局已经伫咧收集资料，国安局也伫咧进行调查。那当时进来就是合法申请，所以也没有违常现象，所以我们当时是没有统战机构的盟员的身份。目前了解中。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质询的时阵，唔那是提出赵天麟的资料，另外也希望法务部对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涉嫌甲女子开房间的代志积极调查，看这段影片是唔是有涉及到侵毁技术的变数，要求伫1礼拜内提出相关报告。这个资料我会转给承办的机关啦，还有监视的机关，他们来处理。但是能不能在1个礼拜内，这不是我能做决定的。我要尊重这些专业处理的机关啊，他们啊赶快处理啊。那我想只要有答案啊，立即的来回复。总统立委大选的日子就要到啊，国安局长蔡炳干进前警告讲，中共介入选举的形态愈来愈多样化，是不是有所应用？国安局2人伫咧立法院讲，有掌握到一寡证据，但过涉及的个案若是有违法的事情，将会交予相关单位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被合作现实的进度咯，这国民党还有其表态，因为时间未赴，直接来政党协商。民众党的郭文哲也讲交予政党协商。不过，当咧拼联署的郭台铭办公室也讲，和郭文哲的阵营早就伫咧联合作战咯。另外，这民进党的赖清德下晡去到海洋大学演讲，有学生提问说，服校长打动。赖清德是当场强调，来者就是要听学生囡仔的想法。那要安怎合有新的进展？双方是无搁在吵要全面调，还是民主初选？国民党的侯友宜表态讲，时间未赴啊，即马大家都来政党协商。民进党的郭文哲嘛放较软啊，讲若侯友宜坚持都来政党协商。在整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底下，那当然就是进到政党协商了，就由政党协商，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讨论出最棒的合作方式。世界上有时候没有办法100%按照理论做的，所以我也觉得，那不然就政党协商，诉诸政党协商。大家也许我还是相信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嘛。不过侯友宜强调讲，若选举无合作，就袂有联合内阁这种物件。但是外界传出郭汉培是郭文哲的初衷，郭文哲嘛无讲唔是，伊讲迄当初是思考安怎是上强选赢的组合。我认为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有点不太妥当。学生要问问题，所互做主持人的海大校长柯泰文拍断，赖清德较紧出来讲话，强调就是要听学生的想法。伊嘛回应人员政策的问题，强调要以学用合作主力，因为目前无法度预测。我没有去把未来还可能会出现
而且不知道怎么会出现的能源来源，作为我现在的要解决能源问题的工具，我不会。另外，继续在充电数的郭台铭阵营直接攻陷郭文的阵营，再度在联合作战。我们郭办这边也跟柯办呢，还有民众党保持非常友善的互动。郭柯阵营其实早就在联合作战。但汤的检调阁查出郭台铭联署站疑似有300块买联署这种不法的行为。时标的董事长和2个条卡拢封收押。黄事首讲已经和地方的联署站讲过，联署袂当有对价关系，违法就要互举报。强调有信心，讲官方的站点袂有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真紧张，英国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地区报告，讲台海未来几年将有可能会发生冲突，要求英国政府甲军方就要有应变的方法。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是合理的判断，也会当当作参考。咱若讲到咱国造的畅水南预算，尾也是无互人变起来。邱国正也讲，要踏出这步是真无简单。中共绕台无停，国防部26发布，征晓中共派出导型机、轰6空警500、歼16、运9甲无人机等，其中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国军继续监控应变。那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区域报告，观测台海情势，认为两岸未来恐惊会爆发冲突，无排除成权变作核战。英国军方应该为台海冲突拟定计划。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作为合理的情报判断。我们没有设定这样，那这又多了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参考。我想敌情的一个研判都这样一步一步来，会越来越加明朗，但我们都不期望这可能变成一个实际。针对占咱国造预算，国民党马文君等人公平冻结3个月，最后是一家人拢无删除，同意用主决议方式了解占咱建造进度，也让邱国正放心吗？对国军来讲，这一步踏出去真的不容易的，我们要很平稳的一步一步去落实。另外，因应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国防部编列4亿9497万元，交予国内厂商研发无人机反制系统。这项重大任务只交予一间厂商独自研发2套系统来做评比。条约立委看不落去，要求国防部负责的交代。你这变成没有竞争关系，又垄断未来的采购。你们应该做的是，好，我选一家最优秀的，就给他1套的钱，你给我做1套最好的给我看，然后做2套的啦。经济部其实它对于我们在可能在国防上面的使用，它并不清楚，所以他们不要介入太多。我们也希望国防部要有自己能够运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另外，三军官校招生不好，民进党立委刘世峰建议外聘国外师资来台授课，透过中英双语教学，提升教育水准，培养优秀的军官。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警方自1下晡伫麦寮被掠一名姓谢的通缉犯的时阵，对方雄雄牙请出来，而且对这警察开枪。双方请战的时阵呢，有一名警察头壳互枪支扫掉，目前是无生命危险。因若这嫌犯走去了后呢，自己也掠到这名通缉犯。通缉犯走去了后呢，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来看，判断嫌犯逃亡的路线。一大工了找到嫌犯，警方随甲伊围起来，当场掠到嫌犯以外，也抄到枪支加枪支29粒。目前这名嫌犯已经放收押了。在高雄公山介寿东路发生死亡车祸，骑奥多拜小载翁仔某，和违规停车的货车，一时雄雄开车门，害因跋倒。这伫后壁翁婿，说是和当场对伫后壁拖拉机交过去来死亡。不过，这个地点常常有店家甲一寡材料蹲伫咧外口，占用人行道甲慢车道。这警方是表示讲，车祸的主要原因是货车开车门造成的，和这木材工厂无直接的关系。那些小货车驾驶拍开车门，刷弄到一台多好经过的厢载机车，机车顶2个人相倒伫涂骹，女骑士的翁婿倒向车道，后壁拖车袂好打洞啊弄到，婚姻人的翁婿送医不治，伊家己的手甲脚也受伤。伊车门开弄到恁2个人了对啊？因为我骑把爱把开出来，那个撞击的瞬间，
我嘛来不及反应啊。伊就要下面啊，我弄掉我骗入来啊。哦，啊骗下我搞车卡。意外发生伫高雄公山介寿东路，一个对满无在的手棒边仔，肇事的小货车都违停伫手棒外口的车道。那些小货车的驾驶甲车顶的乘客第一时间就车弹的走离现场。今次是无在抢员工，警方也来厘清。占用道路这个木材也是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啊。哎，怎么说？因为车拢无法度过。另外，手棒长期将无在占据人行道慢车道的行为，也予当地居民真不满。尤其是无在挡着车道，才会造成这件悲剧。贴了好几次的公告而且也就是督促他一定要尽速的处置。到目前为止这个当事人他都置之不理。警方表示，业者违规占用的情况超过半个月，除了打广告要业者限期改善，向无向款责单位之外，已经连续开出5张罚单。警方初步判断，车祸主因是小货车驾驶汽车门无设立造成，甲占路的无在无直接关系。环保局2日下昼配合警方到现场，将超过限期改善日期的无在刷走。未到期的区域是爱超过公告时间才会当刷除。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7点外的时阵，台东地本有一台载学生的箱仔车经过外宽道路时阵，和一台轿车相撞。这驶箱仔车的驾驶是学生的家长，当场是无喘气心跳，送病院由援救无回来。那车顶7个学生拢是轻伤，无生命危险。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乌色箱仔车一直冲过路口，弄到对向转弯车失去控制，佫弄到壁，规台车才停落来。车顶7个学生囡仔面骹拢有伤，坐伫路边等待治疗。有人表情真艰苦，互人扛起冷桥送医，拢无性命危险。学生这样讲，他说他们从那边开车过来，对面那部车从这一个小路出来，就这样撞上去了。箱仔车车损严重，车身阁有血迹。代志是发生伫台东市20日早起7点，驾驶载学生囡仔上课途中出车祸，伫临海路甲轿车相撞，驾驶的头受重伤，当场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也是抢无转来。从那个资本，我们直接有台车是应该要出来，他回走，然后我们就直接跑回去了。司机是那个他的爸爸。这学生囡仔拢住伫日本地区，6个人读国中，一个读高中。家长是考虑去市区上课，路程有20公里。为着囡仔安全加省钱省时间，就协调有姓地的家长用箱仔车来接送。这届做伙坐车上课，拄到这个事故，驾驶的后生嘛伫车顶。这个都是家长的自主行为，他们也不会跟事先跟我们学校通报。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家长，集合了像旁边的同学、邻居的一起过来。该事故路口为闪光号志路口，详细肇事原因调查厘清中。对向的轿车严禁规个翘起来，连件拢现出来，车壳嘛散规涂骹。轿车的女驾驶无明显的外伤，经过酒精测量无酒精反应。车祸原因，警方也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湖运动中心内面的爬岩场，109年发生一位小姐伫咧爬岩的时阵，无把这自动吸保器的钩交伫咧身躯顶，却对顶头摔落来死亡。家属认为讲现场拢无人伫遐监督，就告这运动中心。树林地方法院认为讲经营场地结果团甲外包厂商，就要负担7成责任，判因就要赔予人105万。确定好安全措施，就开始往顶关闭。这是台北市内湖运动中心的攀岩场，伫109年发生查某人伫遮攀岩，无将自动吸保器扣款夹伫身上，为关的所在摔落来身亡，家属真贵。现场无人员监督，表示其也无安装伫起攀点的岩壁顶，向救国团顶相关经验业者提供求偿。具有安全性的欠缺，其提供的攀岩服务与原告之子之坠落死亡结果是有因果关系的。那被告应负担70%之责任，认为被告应给付慰抚金之金额为105万元。救国团回应，已经判决救国团无过失，不过有关需要负起消保法第7条的无过失责任。若甲业者爱连带赔偿105万，会甲保险公司参律师审慎讨论后续的做法。即马来湖运动中心攀岩场会当看到表示其一直安装伫起攀点的岩壁，壁顶也有喷检查确保字样，就是希望危险的代志莫阁发生。使用的人真的要把它扣进
吊带里面，很习惯开始爬忘记扣这样子，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我都攀岩10年了，我还是觉得一直都在磨练确保技术，因为它有很多小美感。攀岩活动最近真时间，不过这项运动本身就有高度风险，爬进前要确实做好环境风险控管，像干点敢是坚固锁伫壁顶，自动确保器敢有异常，家己也要确认吊带敢是情况好势，扣款敢有较好，才会当降低意外受伤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是全国唯一无火化场的县市。彰化市公所呢，今年5月要向代表会来提案，要开1400万呢，起一个艺术生命园区，规划一座火化场。不过地方是真反对，落尾就来提案。今暗时，佮再进行第2场的地方说明会，有人赞成，也是有人反对。彰化市公所表示会继续沟通。宣传车大街小巷在走，电火条、护旗啊和布条是挂甲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拢有。彰化市公所今年5月是提案规划彰化艺术生命园区，内面是包括一个火化场。日暗时会伫延和社区的活动中心开第2场说明会，当地里长会找1000个人来表达强烈反对。真正要做生命艺术园区就是要找一块较大地，位头啊开始，包通你交通爱用创好势，实上无嘛爱4线道，对无？出入才方便。阮的目标是讲动员1000人啦，来甲林世贤市长表示讲地方真正。真正激烈反对的这个声音啦。这个愿景很好，但是你的点真的是选错了。在这么人口密集的地方，有医院、有学校、有商圈，真的不适合。反对派认为讲火化场按算要起伫设立殡仪馆的后壁，但是这个大步道并无宽，平常时都会塞车，加上人口是真侪，烦恼空气污染的问题会影响健康。不过支持的里长讲，彰化市无火化场，先人的上尾一里路都要到台中还是南投去，希望生命园区早日完成。为着安尼，咱的先人吼，要去迄边遐回收吼，就安尼爱。7早8早6点外，就爱来加济甲公祭，车去到迄边遐，希望讲会当完成吼，离咱彰化市来做一个火葬场，是对阮彰化市所有里民百姓大家拢好啦。彰化市较早捌有简单的火化设施，但伫1986年的时阵，因为风台造成倒去就拆掉啊。甲搭一直是全国唯一一个无火化场的县市。市公所今年9月要办说明会，伊当阵无和民众达成共识，即摆要办第2场，市长林世贤讲，面对有70%的民众支持，希望大家理性沟通。民调看起来还是有70%的将近70%的民众支持火化场。今天晚上民众表达的意见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才重新讨论其成。林世贤会继续和地方来沟通，表示讲相关的规划和回馈方案会让民众满意，会等到有共识了后，这个讨论专案推动的基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公武国小把这粪扫一张场变作是整体艺术，学校透过环境美学再造，把这乌乌臭臭的粪扫一张场变作清气而且有光线的环境。而且这项设计伫今年搁再摕到日本国际设计大奖的优良设计奖。学生当咧变扫边的环境，无斟酌看到准是这是学校的装置艺术。高雄公武国小的资源和粪扫集中场，经过环境的改造，伫4月才是正式启用。原本看起来乖条条的架间，粪扫集中场袂阁是嫌恶设施。旧式的资源回收厂，那因为非常老旧，而且又很昏暗，那临近围墙常常就被人家当作一个乱丢垃圾的环境。那其实对学校来讲，整个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很伤脑筋的地方。暗所的铁皮装造集中场，即嘛是变甲阁清气、阁光、阁真有活力。用塑胶管做设计概念，透过教育部和台湾设计研究院的媒合补助。集中场，予师生投票号做保时捷。代表的意思就是保持地板的干干净净，让大家看起来很舒服。时就是保持时时刻刻大家都看起来很干净，就是垃圾场很干净。洁就是干干净净，很清洁，变干净，变大，然后变广阔，都看起来比较不会像以前这么脏。
集中场即马敢若装置艺术，学生袂阁讨厌倒本数啊。这项设计嘛是全球5447件作品内面赢过别人吊顶的，得到今年日本国际设计大奖的优良设计奖。透过实施的美学制作，毋但是改善学校看起来的形，嘛互学生的生活教育是增加会当互动的新的一面。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的缅因州25暗时发生烧连续证案，包含保龄球馆、餐厅一寡人较侪所在，也拢传出枪声，上报有22个人死亡，60人受伤。这嫌犯开枪了后，就随离开现场。警方除了封锁地区，也要求当地店家随爱关门，也要求居民就要赶紧回去关门串户，注意安全。缅因州一向封认为是美国低犯罪率的州，捌几摆封选为全美上安全的州之一。第一、第二大城波特兰、路易斯顿拢互外界治安良好印象。25暗晚7点开始，路易斯顿的保龄球馆传出一连串的枪声，接落来大约10分钟，车顶的一间汉堡餐厅也发生枪击。案发地点拢是人聚集的所在，伤亡惨重。Over 10, where at least I knew they were shots. And then when I got on top of the bowling machine, it was a lot of ruckus back there. So I don't really know from that, but I heard the first one. It was probably 15 feet behind me. I mean, it was close, very close. 案发了后，互监视器翕到的这个穿浅咖啡色的外套、野半自动步枪的枪手，驶一台白色修理车走离现场。警方伫8点封锁全市，呼吁居民唔通跨出点地安全的所在。各动员数百名警力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We have literally hundreds of police officers working around the state of Maine to investigate this case, to locate Mr. Card, who again is a person of interest and a person of interest only. And we'll continue to gather information so that we can bring the suspect to justice. 就根公布的资料，其这件大规模连续枪击案的主要关系人是伫美国陆军后备役训练营担任枪械教练的40岁查甫人罗伯卡德。今年热天，伊捌伫精神健康机构接受2礼拜治疗，详细内容并无公布。只知影卡德有幻听，佮捌威胁要开枪攻击缅因州的萨克军事训练基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对加沙已经发动地面攻击，虽然美国有要求慢枪进攻，不过这以色列已经出动战枪和步兵去攻击加沙走廊的北部。那加沙地区已经特别无汽油啊，人道救援会愈来愈困难。加沙南部拉法的加油站放空营，油枪四线黑伫涂骹，因为汽油已经打底。虽然顶礼拜连续3天开放卡车甲油罐车入境人道补给。加沙的人员油源欠真侪，无法度解决，一天就会加甲空，互联合国的人道工作受到真大的影响。灾区同地区无法度动工来救受困的人，病院内底保温箱顶救命的技师已经冻点。الوقود والسولار في داخل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بدأ بالنفاذ وهذا إذا استمر بالنفاذ ستتحول جميع المصابين في داخل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إلى جثث وتتحول إلى مقابر جماعية لعدم تشغيل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战争造成超过6500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唔听国际反对，已经出动步兵战车对北部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是这波冲突以来上大规模的入侵。为了后一个阶段做准备，《Wall Street》日报报道，以色列同意美国的要求，暂停全面进军，通过美国紧急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保护当地美军。总理纳坦雅胡讲，进攻的时间由政府的特别战时内阁决定，也让哈马斯攻击的安全疏忽。伊讲会向所有相关者追究责任，包括伊本人。נברר עד תום מה קרה בגבול הדרום ובעוטף עזה. המחדל הזה ייבדק עד תום. כולם יצטרכו לתת תשובות, גם אני. אבל כל זה יקרה רק אחרי המלחמה. 为了防止战争烧炭、人民受害，美国和罗西亚继续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不过拢无支持对方的草案。地书无法度通过，局势同款无法度化解。公司新闻施伟忠编译。
罗西亚的无人机25暗时去攻击乌克兰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地区，当地建筑被受到迫害，尚无有20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这罗西亚这届攻击目标是当地核电厂。加在这核电厂只有窗仔门防毁掉，这核电厂内面的机组是无受到影响。画面是海甲真厉害，居民隔窗仔门翕到伫黑暗暝远的所在，一团火球是烧甲真旺，佮听到真大声得嘣的声音。乌克兰的议员卢迪克嘛伫推特顶悬打出，因为爆炸的威力真大，互厝内是规个密密麻麻，门窗的玻璃嘛碎甲散喷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25暗时伫面册讲，罗西亚的无人机几点钟前是攻击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斯拉乌塔市，空军已经甲罗西亚11架无人机拍落来，但是同款是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伊认为讲，这波攻击将有可能是针对核电厂来的。Вірогідно, що мішенью для цих дронів була Хмельницька атомна станція. Хвилею чергове нагадування для у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наскільки важливо посилюв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у ППО та наскільки небезпечно, коли Росія може обходити світові санкції. 国际原子能总署讲，这波攻击是互工厂内面几啊栋建筑物的窗仔门拢震甲碎去，好加在基础是无受到影响。总署长格罗斯伫声明内面强调，这表示攻击离核电厂是有够近，后摆可能就无遮好运啊。嘛认为讲必须要无视一切代价，避免去攻击核电厂。泽伦斯基刷落来会伫欧洲议会表达对罗西亚的制裁需要扩大，而且对俄罗战争开始拍，已经度伊个切诺比核电厂含国在运转。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拢一直是受到攻击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南韩首尔的梨泰院旧年举行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发生人客死人的意外。这事故发生到今也得要1年了。这罹难者的家属离日去到事故地点悼念过身的朋友。为着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再发生，这首尔市政府也伫咧25针对今年的万圣节活动，透过 AI 科技进行人流测试，也个管控。徛伫纪念碑进前献花跪伫涂骹，想到家己的查某囝伫旧年梨泰院的小 A 小杀事故死亡，死者的老爸有关是真艰苦。 기억하고 함께 슬퍼하기 위해 찾아오신 시민분들만이 이 골목을 기억과 애도의 공간으로 유지시켜 주셨습니다. 이제는 기억과 애도에 더해 안전의 공간으로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고자 합니다. 韩国梨泰院地区去年举办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发生严重的小 A 小杀死亡事故，造成159个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少年人。暂时距离事故都要满一冬，牺牲者的家属离日去事故的地点，追悼过身的亲友。而这条发生事故的小巷仔，嘛互指定做10月29纪念小巷仔，巷仔内底并搭满数百张对罹难者哀悼甲思念的纸条啊。 为了防止同款的状况佮发生，首尔市府伫25伫当地举办演习，针对万圣节活动，透过 AI 科技做人流测试甲控管。 밀집도를 육안으로 판단하는 그 방법이었다면 이번에 인파 감지 CCTV를 가동함으로써 AI 영상 분석 기능이 가미되어 사람의 판단 오류를 보완할 수 있는 밀집 정보를 구할 수 있다는 장점이 있고요. 这个演习伫首尔当地一条人真济，周围拢是酒吧、餐厅、小巷仔内底，由150名志愿民众客伫30平方公尺的区域进行。现场除了有大量的关警、疏导管理人员以外，各伫71个人潮较济的所在，装909个监视器，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人群的流动甲密度。另外，首尔市府今年嘛规定，除了梨泰院禁止伫人潮真济派对区办万圣节活动，伫梨泰院的真济店铺甲 酒吧嘛决定取消庆祝节日的装饰甲促销活动。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台积电的1.4奈米厂有可能选择在中部科学园区。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表示，按算明年6月，这中科第2期的土地会交予台积电使用。然后，这台积电要搁再起新的厂房，专家是认为讲，因伫中科本地就厂房啊，若阵这奈米厂搁选伫遮，对成本甲生产的效率拢有正面的帮助。
台积电自从宣布1.4奈米厂被进入量区，其他地方政府拢积极向台积电下手。有消息传出，台积电1.4奈米厂有可能先伫中区。经济部长王美花做出回应，在我们的中科，在我们的大雅这个区块。是不是确认中科2期这一个用地确实当时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对，所以目前也是嘛。是中部以南的话指的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先进制地确实用地的面积要比较大。我所知道好像是需要至少要100公顷以上嘛，是吧？应该是都会需要100公顷以上。王美花表示，目前中科日期预计明年6月交底。目前地方政府的定数甲宽屏拢已经完成，只剩内政部定数也在行。未来中科日期会作为台积电使用，也毋过会做什么款的制停，要由台积电家己决定。强调台积电伫台湾扩厂，对经济也是国防安全拢有战略意义。后手的相关用地需求，会由国科会拨点相关园区。中央政府做的是那些租税的东西，但是地方政府可以 promise 它的就是水电稳定度。我觉得在哪里设厂，其实就是看他们的规划、人力的安排啦。放在中科，其实会是对于台积电在先进式成多晶片封装，其实是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现阶段，台积电除了紧留台湾，继续伫台湾扩厂，日本也增加宣布要补助台积电日本伫厂的设置。另外，台积电美国厂，美国会予因什么款的补助？目前也有待沟通。经济部被介入，也毋过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和泰国警方合作，斩降2名通缉犯对外国亚当到台湾。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走路去到国外的嫌犯也是超过7800人。警方也讲，要查是真困难，认为这法务部防止逃亡机制有空隙，伫当罪犯宣判进前，防止逃亡的做法就要先来启动。那这外交部也无甲通缉犯的护照注销，才会遐歹掠啦。警方对4天的诈欺犯宣读权利，伊转机互走落来，判刑定案了，逃走出境几年，日前伫泰国受掠。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次逮捕过程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法院申请提审。同一天受遣返的，包括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几年前伊用药酸断查甫人，判刑3年半，确定入境执行进程宣留出国。护照注销这一块是外交部理事事务局是属于比较被动，是需要我们检警用韩文的方式。姓李的查甫人出国走路，护照并无注销，伫外国阁会当拍走。刑事局讲，外交部爱检讨，毕竟警方每年抓到的人拢未超过10个，也若直直增加的逃犯名单是做甲算袂了。犯嫌利用侦审的一个空窗期，甚至持这个合法的旅行文件、护照出境，国内法务部还有高检署、外交部等相关单位，能针对国内的部分来做强化。包括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这款海外逃犯全台超过7800人，警方嘛点名检审的防逃机制有缺失，当罪犯宣判进程，防逃就要先启动，发布通知嘛袂当上班。刑事诉讼法像一些这个有罪羁押制度啦，或者执行中该如何迅速执行，这个很多草案都出来了，可是，在立法院就一直没有通过。我们就看到有些人是大摇大摆坐飞机出去的，不是吗？机场也没有拦他，就出去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不是很瞎吗？横向连接的机制是有问题的嘛？学者讲，按判刑确定到入监执行有1个月的浪判，这段期间要加紧注意。嘛建议用强制来要求重大罪犯本人到庭听判，上重要，下部会爱整合建立有效的回向联系，唔通等到罪犯走路了后，再慢一步来发布通知。记者综合报道。高端的流感疫苗是和南韩大公司合作的，不过最近也真侪所在拢公布要注高端流感疫苗的问题。疾管署今仔是公布全国65岁以上民众注射率，金门、台北市、花莲拢是吊车尾，这注射率差不多是3成尔。不过台北市卫生局是提出资料证明，讲整体注射率偏去年同时间是起1成以上。民众必须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季进入秋冬，流感的疫情嘛开始继续升悬。根据疾管署统计，到今年10月25日，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3337842桶。若是进一步看全国65岁以上的注射率，
排头前的是连江县、彰化县、嘉义县，拢超过4成。不过金门县、台北市、花莲县拢大约3成吊车尾。因为天气很好，所以没有达到那么冷的情况，大家可能警戒心上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在这2个礼拜的话，就打流感的那个，它整个的数目是有下降，差不多1成到2成这个样子。今年流感疫苗有国光赛诺菲高端东洋4种厂牌，注射率拢已经破5%以上。不过，这届公费的高端疫苗有未少民众拒绝，还有几个县市宣布校方无要注高端疫苗。台北市长蒋万安几若届和卫福部对呛。台北市都在4个面向的施打率都是比较落后的。市政府与其花时间在这边争辩这些事情，还是赶快把疫苗分配出去，赶快把它施打完毕，这样才是正办。已经完成347638剂的接种，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是完成了307302剂，所以今年比去年多了40336剂，成长了13%。民众的接种率是比较踊跃的。另外，原本宣布高端疫苗无入校园的台中市，今仔所传出市立东山高中接到卫生所通知讲，疫苗无够，要叫老师改注高端，引起老师不满。我们的确一早就接获通知，我们对老师的品牌的选择有他自主的权益，所以现在就是改成赛诺菲之后，就让老师有自由意愿。高端我们应该是会找时间再缴回去。疾管署讲，4种厂牌疫苗保护力甲安全性拢相像，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有过在月中价可能会明显抢悬，而且疫苗佫需要2礼拜时间才会当产生保护力，建议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太空中心带队去到日本参加机器人停式设计挑战赛，由中正大学和中科实业高中所组成的学生团队，打败日本，搁再摕到总冠军。机器人发出镭射光准准的打击，规个运作过程，学生囡仔目睭金死死。这是由日本 JAXA 所主办的国际太空站起步机器人停式设计挑战赛。比赛规则是要用停式和国际太空站的机器人，在5分钟内飞到定点，向无同的标靶发射镭射光，扫 QR code， 可以闪开禁区，应付各种无同的突发状况。Flying unicorns from Taiwan。咱的第4届比赛由中正大学、中科实业高中所组成的 Flying Unicorns， 摕到全场上悬的110分.77，成功把冠军宝座炸转来台湾。射雷射的时候可以同时扫 QR code，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官方其实是有给出一些点，那我们就是有改了那些点位置。这样我们的路径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让我们可以设更多的点。就讲分享讲，机器人停式，在模拟现场和真正去太空站执行任务，难度的等级差真多，所以各种可能的状况拢要列入设计考虑。在模拟器里面，你把它就是你叫它走到那个地方，它就会完全刚好走到那个地方。就是在现实环境里面，通常没有办法这样，就有时候需要蛮多想象才可以把程式写好。Too many margin will degrade the quick and smooth movement, which may result in lower points. So optimal setting of the margi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ry. 在全球疫情变形了，今年的比赛头一届以实体方式进行，而且安排各团队参与工作坊、参观卫星、火箭模型等行程。台湾在第3、第4届拢摕到第1名的成绩。带团去日本的国家太空中心讲，会持续投入教育和国际合作，为太空科技培育优秀人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搁再新增加2位，一位是古纸的艺术陈志良，另外一位是传统彩绘艺术苏英仁。2位老师对传统工艺付出甲打拼，得到政府的肯定。全台上大尊的古纸大树爷，今年普渡坐定伫小港龙和庙，时间到就将大树爷烧掉。这项传统古纸技术煞渐渐啊失传。做古纸工艺老师陈志良是传承家族的事业，伊是第4代，目前嘛传到因囝。老师制作纸物造型真生动，又落顶尖。今年陈志良老师嘛，互人登录做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特别是古纸是高雄市新登录的传统工艺项目。礼仪内底拢有，嘿，所以讲变成讲，即摆要烧转物件，大家讲
无所在通好烧，无所在通好烧的当中，就是讲变成到尾变成夕阳产业。这个保存传统彩绘苏英林老师，共款才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伊自细汉对画图兴趣，投入庙宇甲王俊的彩绘已经有40几档。老师捌真侪手路，毋过王俊彩绘工课无固定，老师的专业也是以庙宇彩绘为主。不过吼，较有做一只王俊啦，3档、5档不一定啦。啊，当然市场当中啦吼，阮是拢伫即个寺庙彩绘的。著作较占大部分。目前这两位老师的作品都伫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一楼展出，不管是古早也是传统彩绘。虽然即马学的少年人无济，不过两位老师也是积极投入传承教学，毋望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保存。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市中正路和西门路的路口呢，有一栋看起来旧旧的建筑，伊就是日本时代酒楼醉仙阁。伊的建筑风格引起在地人的讨论。所有权人表示讲，会和市政府讨论，不管日后什么人要来做，就要先恢复伊本地模样。车来去的路口有一栋看起来旧旧的建筑物，毋若建材甲现代有差别，就连迄当时的残留也无留。伊就是日治时期有名的酒楼醉仙阁。过去原本是说服钟表行经营，也毋过今年钟表行业者退出了后，广告无听到，也显出原本建筑体，引起外界关注。古城是文化古都嘛，所以有很多像波比岛啊，很多的地方，还有那个林百货啊，拢已经有恢复也历史原貌诶。既然我们商爱会有这么一块这个有历史的价值的这个关于古迹的建物吼，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把它再那个整理一下，留给下一代。宋祖明强调，不管什么人来说，都是爱先恢复原貌才讲。最先过去有几摆搬迁记录，一直到1932年才搬到西门町，也都是即卖中正路甲西门路，是迄当时正常明朝聚会请客所在。台湾料理更较是出名。1945年，日本人撤退了后，就由台南市商业会接管原台南州商工经济会一切产业，即卖原貌重现，历史继续共存的问题，才去互人提出来讨论。好，那新闻看起来应该有点惨啊，但是还是希望说，因为既然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建物，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文化局应该协助去看怎么做立面的恢复。我们其实会采取公私协力的方式，就如同我们对于历史街区跟老屋立面的补助一样。我们会用一个跟市商会来协议，然后从设计到施工，这个对于台南市而言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场域的立面，把它维护起来。文化局过去也捌想要修复醉仙阁外观立面，也毋过迄当时由钟表业者承租，文化局几摆向业者沟通，希望会当恢复原貌，也毋过钟表业者无愿意。即马钟表刷走，出现机会，后手也会甲台南市商业会继续讨论修复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伫即个月2月开始，伫一寡路口呢，要试办奥多摆会当直接倒弯。在地民众也是烦恼讲，这交通会变愈乱。交通局是回应讲，本地台转区有保留落来，那准备管市的民众会当台转，无强制讲就爱直接倒弯。驾驶当咧赛车，头前一台车雄雄骑过双线，正向转过来，桥倒摆嘛共款，乌白车真危险。亲像这种机车失去大转区，着乌白车的状况，伫台南定定发生。即摆台南市对2月开始，要伫部分路段试办，开放机车会使直接倒弯。在地民众看法无同，烦恼交通会更较乱。有议员是建议市府爱甲交通事故分析好势，惊影响试办的成果。你也不能说因为他们所以都永远不改变，永远都这样。所以改革就是这样，要时间。这样转弯，然后跟汽车在同一道，然后我转弯的同时，汽车可能按我喇叭，我一紧张，可能就会有发生追撞的疑虑。不应该到最后，到时候任何的违规行为，个人的违规行为都要怪在试办政策上。市府安算伫府前路、参中正路先试办半冬，两个路段总长2.5公里，拢总有31个路口，民众会使徛伫内车道，兼会使伫路口直接倒弯。交通局表示，到时会甲路口2大些标志拆掉，甲路面禁止基本车机剃掉。行政是要上路，警方嘛伫路边加强宣导，呼吁民众爱提早变换车道。要转弯的时候，至少保留后方车辆反应的时间。那在30公尺以前就
开始来做你转弯的准备动作。说维持两段式左转习惯的一个驾驶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来使用，也会持续来观察我们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改变的情况，来做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检讨。放零倒滑的方式，无强制两段式倒滑，到底敢袂使减少意外发生率？到时就知。警察局讲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若个乌白切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互人开罚单。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市的在溪国小最近整理学校的仓库，无意中找到一组英国专门伫咧负责上下课时间的时钟。这个时钟已经有40年的历史，旧蒙旧，时钟到单也袂歹去哦，而且佫会当发出亲像钢琴的声音。学生一听到下课钟声，连咪随冲出去教室外口活动。这是较早学校的时钟声音，比即马对电子产品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更加好听。亲自看到钟声的结构以及音箱，让我觉得更加神奇。觉得很神奇，可以亲自去谈谈看这种东西。看到过去学校所用的时钟，老师嘛想起真侪趣味的代志，就觉得他那个声音特别有感情。好，仿佛我的回忆拉到后，我在出任教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其实听到的声音是一种快乐的。这台时钟80公分长，30公分宽，到单已经有42年的历史。校长讲，这台时钟差不多是学校在1981年用来通知上下课的时钟。校史室找到一个很棒的西敏时钟，那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充满了好奇。这个过程当中，随着30年陪伴着我们的小孩逐渐的长大成人，甚至有老师现在已经在我们学校服务喽。那我想，这个钟声陪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他们非常深刻的回忆。时钟一直使用到2011年才改换用电子时钟，虽然无咧用啊，不过时钟都无歹。校长也准备把这个时钟永远保存落来，让学生会当透过文物去了解学校过去的历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加增加，看起来是真简单的代志，不过对这目睭歹活动压抑是大人来讲是特别困难，特别是讲到这加卡的增加，根本就压袂落去。这嘉义县政府呢有和民间团体合作，培训加增加的志工加入社区服务时段。加增加的志工摕到家私，才真正来替时代加卡的增加。毋若清理掉伫卡增加内底一寡垃圾物啊，加好了后，搁爱甲增加磨好平。嘉义县培训加增加的志工去社区服务有需要的人。目睭视线较歹啦吼，啊有当时啊惊去加着肉呢。啊，你也想要赶紧加呢，感觉足舒服啊。咱家己咧加吼，都压袂落去，啊，足歹加的。有人教较好啦。协会的医疗团队，那全程的陪伴哈，让我们这些志工那能够合格训练之后，那也到各个社区来实作。时代因为目睭蒙雾，也是无法度压腰，所以若想要加卡的指甲，拢真无方便。医生讲，指甲上长，做事真遐讲都会听，但是指甲搁变高，就愈歹处理。咱来先对较健康的骹指甲开始加，吼，慢慢加后壁就是讲有较有受到人讲的感染的指甲加，啊无你若安尼，无安尼加的时阵呢，会惊感染。啊，若讲指甲佮本身佮变高的话，吼，这个增加你加指甲的困难。哦，所以有时啊话吼，你普通的指甲这咱根本就无法度去加，你爱用刀啊去削，啊不过这嘛真危险啦吼，因为老大人的话，可能目睭嘛较无遐尼好。嘉义县社会局表示，为6月开始到今，已经培训32名专门加增加的志工，会继续增加，目标是18乡镇拢有服务志工，未来嘛会增加服务对象，和失智也是适龄的人嘛会当受到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剧乐演是台北大稻埕8大演社之一。台北市文化局呢委托学术界用3年时间去调查研究，落尾发表传统艺术系列2本新册，一本是讲北管音乐，一本是讲古定吹，也有准2块 CD， 要把这传统的声音记录落来。剧乐演也特别去到下海城隍庙向新民报告这件好消息。
台北公路 N 队伍沿路奔吹雷鼓，来到下海城隍庙向新民报告好消息。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台南艺术大学团队，用3年的时间访谈甲研究，出版2本小改大场亭北管音乐和固定吹的册，也有2块 CD。过去共录音的头人蔡金图的后生，也专工对日本来台湾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咱台湾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咱共录音100几年的这个努力甲这个历史，有朝使咱台湾的文化一直传落去。共录音是大场亭8大音社之一，过去侪宫庙庆典邀请因演出的时，拢会做旗仔来回礼，这嘛互共录音保留大量的珍贵文物。古早一句话，共录音100旗，咱的金葱旗，甲咱的云葱旗，甲咱的云旗种种，会当讲今日咱的尽力尽量去保存，嘛唔甘达吞，黑白吞就对啊啦。伫咧8角造型的亮灯来拍大鼓，今年88岁的陈金来拍鼓的日头也是真白。伊自少年时就伫共录音拍鼓，嘛按家出师，子孙4代拢甲共录音有正深的缘分。文化局表示，这寡无形文化资产当地豆豆啊消失，所以要收集资料嘛是真吃力。因为它其实非常多需要做调查研究，所以在这个部分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那有1年做这个出版的计划。那其实透过一些不管是历史资料的爬书，或者一些访谈，其实也挖掘到原来可能我们原来设定不知道的一些故事。文化局表示，这2本和大场亭音乐史有关的册甲 CD， 除了会当互民众更加了解大场亭传统艺术和历史，嘛希望透过 CD， 让大家听到过去出人怀念各在地的声音。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台湾的漫画工作者，对2018年到达文化部透过漫画辅导金，鼓励创作有帮助700项以上出版。今日举行金漫奖的颁奖典礼，继续也鼓励这些创作者，也期待漫画会当有下领域的合作。用生动的笔画创作出来的台湾漫画《巴拉瓜》是台湾新生代漫画家的作品，经奇幻搁现实的底片风格，也将漫画音乐化、跨界发展，摕到本届金漫奖新人奖跨界应用奖。我很感谢有这份运气，也会持续努力。从小热爱漫画的家伙，历经了社会洗练，重拾对漫画的热情。所以新人奖对我来说，像是童年的梦想实现了。为了鼓励台湾漫画工作者努力创作，也创作商机，文化部为2018年开始，透过漫画辅导金，鼓励漫画家创作，加当已经复习700项以上出版。年底就要伫台中成立国家漫画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特别是年轻创作者，以台湾的议题来创作，不管是历史、在地传说、故事、性别议题、音乐、生活，都是大家创作的素材。台湾重要漫画作家苏龙作者叶宏甲的大囝，关注父亲创作手稿文物，未来会伫国家漫画博物馆来展出。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国家漫画博物馆能够认识叶宏甲。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样，当你了解他的人生历程后，一定充满感动和启发。除了作家苏龙漫画手稿正做公共财，互民众欣赏回忆之外，有名研究家洪德林是得到特别贡献奖，感谢伊40多年来用研究作品对着台湾漫画发展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瓜地马拉的阿辛塔尔最近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伊是中美洲玛雅文明，而且也有一个差不多是同时期的奥尔梅克文明。迄当时就已经有真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真发达的贸易方式。玛雅原住民族的集会人，带领族人甲观光客做古早的祈福仪式。这个所在即马叫做阿辛塔尼，是一个人口无甲4万人的庄仔头。不过，伫4000年前到300多年前的玛雅文明，也有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奥尼梅克文明时代。这毋但是南北之路贸易中心，嘛存在2种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有迄当阵真先进的建筑技术所留落来的历史见证。奥尼梅克文明伫公元进前400年左右消失，玛雅文明是一直存在，到欧洲殖民者入侵征服为止。这个真大片的人头石头雕刻，互认为是奥尼梅克文明的重要遗产。也若规模真完整的梦，是互看做玛雅文明建筑技术的证明。另外，这个敢若纯白岩基础，或者是石头铺出来楼梯，是大型神坛的遗迹。考古甲历史学家认为讲，这2种文明拢出现过真大型金字塔建筑，正做祭拜神明真灵圣的场所，
因若所有相关场所的位置，伫规个古早都市当中的布局，有甲天文天气相对应的意义。加上4颗雷创新的水利系统，甲做甲真有路的飞用品，拢互即个伫几啊千年前真辉煌的城市，才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欣赏的对象。Y dentro de estos valores universales excepcionales, no podemos dejar de resaltar que es una obra del genio creativo humano, que es una obra que nos permite mostrar el testimonio único y excepcional de una tradición cultural o de una civilización desaparecida. 阿爸叫塔卡里克，伫古早玛雅语内底，意思是踩起来石头。毋过，即个好名的源头已经无法度考证啊。玛雅文明伫公元第9世纪爆发内乱，人口大量向北边迁徙。即个伫今仔日瓜地马拉西南边的城市，全因为安尼放弃，一直到900多年了后的公元1888年，才佫去互发现。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